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8日客家新新闻，我是陈延洲。今天的客家新新闻系咧强用，我同大家先带来有关客家方面的消息。国部级别作家钟秀珍伫前年安部7点档，伫桃园龙潭的路府，细细就增加嘅。佢其增加嘅所有嘅总方人，含个有包含文化界、文学界，然后还有客家界的所有人士，都知道讲都唔判得。当然，钟秀珍先生佢就係現身佢1年都希望啲做一個台灣文化創作，沒有來帶動一個客家運動。然後呢，佢啲嘅古嘅創作路向呢，沒有牽涉同多文化嘅後生嘅，故所呢對佢嘅離開，同多人都知道講都唔判得。这条歌对台湾人来讲，绝对动手势，感动同到台湾人嘅天降路变化，系钟秀珍嘅头一篇长篇小说。不过16安部钟秀珍偷偷演龙潭落幕高升，少年96岁。像从边你阿妹，我都切忌食饭，食耐啦，食足啦哈。佢都冇嘛危險啊，跟我都停下來，跟下佢呼嚕一下嘛，佢嘛停下來。就哎呀，半睡半醒之间就安详的走了。钟秀珍一生當努力推動台灣文學同客家傳統，在雖然本高咗嘅佢，雖然有當客家人文學上能力，不過真客家人漸精彩，會佢冇法度發揮。而是佢3萬學中文新概念，寫出大家都啲嘅作品路變化，出條3部曲，台灣人3部曲得到，還是得到國家文藝獎、台美文學獎、5年文學獎嘅肯定。現風離開，家家客家人能知道同感慨。咁嘛係天氣變化哈。还有佢本身又不黑氣喘，身體又變很弱嘅，那1-2年嘅精神就輕唔好，蠻磨力，佢本來當然這身膝蓋會開行床啊，也按東西都冇辦法行起來。總統蔡英文16安部眉頭面書香港，鐘先生23年龍頭為台灣文學同客家文學打拼。雖然鐘先生專家嚟，佢話記得鐘先生嘅等人，繼續為台灣文化同客家文化來打拼。本鐘先生嘅精神是得繼續傳落去。客家新聞羅安達、黃玉順兩篇特別討論報道。佢鐘秀珍先生佢唔單唱啲文學界有同大人嘅表現，其實呢就會認真講佢有天生同多位文學界嘅後生嘅，故所呢就有人係嫌佢講係台灣文學之母。佢啲前年離開過後，其實呢個界都有來表示哀悼。將喺呢啲籌備嘅時間呢，從係行政院長蘇貞昌、文化部長蔡美君，還有下邊主委李雲德都有幾多家連同來表示哀悼。行政院長蘇貞昌今日去鐘秀珍對此非常，同立委文壇太老支持，他對此非常多，肯定鐘老自身嘅文學創作力強。蘇貞昌講，鐘秀珍有3大貢獻，分別係戰後他為傾國壓下3萬創作，未培養人才，傳承客家精神，未推動本土族群融合，為台灣民主化嘅構牆前一分力。台灣民主政治能夠打開大門，能夠開花結果。能夠政黨輪替，能夠今天台灣在世界上被看見這個過程，而且出這麼大的力，這是鐘老令人非常感佩的地方。客委會主委李雲德同文化部長強力軍嘅當日，未強下來到現場對視。李雲德講，鐘秀珍用優秀嘅文筆同人文關懷，寫出台灣人同歷史發展高強度嘅困難同艱辛。加來總認為，去年係為阿爸寫一本傳記，未來客委會同文化部同桃園市政府會強化合作，持續推動鐘秀珍文學度，為公開客家精神。在那個時代用他一個人的力量培植了非常非常多的年輕的作家耕耘出一片這個台灣的文學的這個土壤那像我去年開始就辦鐘兆珍文學營那也是基於這個目的來推廣他的文學的理念，那我們會繼續做下去。我前立委總結案講，鐘秀珍佢老人家係一個文學家，行家係一個行通家，因為佢一生對客家傳統、對族群平等做出貢獻。佢對呀客家運動還有族群的平等，
一部分一些人佢啊，個千三萬個推動，嗰時我認為佢唔單搶係一隻文學家，佢也係一隻行通家。桃園市政府講，鄭秀晶係戰後第一代兼有創作、兼有作品嘅作家，係台灣文學劇條期間人，都兩萬累積有2000萬世界文學創作。為了紀念鄭秀晶安泰嘅貢獻，市政府每為採辦主題書店同紀念活動，反映鄭秀晶3萬傳承文學嘅精神。香港新聞羅安塔桃園報道。啲鄭秀晶先生離開過後呢，加入抗議中國研究老家連同呢係。安排啲也嘅桃園嘅舞台天機片，然之後看到呢嘅古嘅舞台天機片呢，也係非常嘅簡單，非常嘅重要。嘅啲籌備嘅時間呢，包含行政總署鄭聰，韓國呢就有各嘅人士呢都想在許多家連同投錢來支持哦。我哋講到一個鄭秀晶先生嘅文學表現，親愛廣東呢，就係睇緊呢可能親手寫一條路邊花哦。咁唔單止路邊花有改編咗天陽，韓國有從舞台劇以外呢，佢睇緊呢前幾年呢可能呢佢係有寫出一個台灣嘅三部曲，日本就係講係台灣前頭一本也嘅太后小說。然後呢，佢呢係為本人講係台灣文學字幕前主要嘅原因咯，就係佢呢係啲戰後傾斜用方言來進行嘅動作嘅創作，加創作能力係非常嘅大。然後呢，到1950年代，其實呢嗰陣時，大部分嘅文學家前主要呢都寫下反共文學。不過呢，鄭秀晶先生佢係主要用台灣來做背景來進行創作，然後呢，佢係啲嘅創作都好沒有提到、沒有寫到也嘅客家，然後呢，佢天生呢按到後場嘅，也係呢係大家先記得咧。台灣的獎，所有獎我都得過了，最近才知道我沒有得的獎還有一個。為什麼才輪到我這個老頭子呢？2016年，客家戲作家鄭秀晶得到第35屆行政院文化獎，雖然總統基金得到53年文藝獎同第3屆國家文藝獎文學類一條國內太太細細獎，不過對100個獎佢還係忘記聽。講到眾多嘅文學 TV，就要先對佢用嘅方言來講意思。大部分的作家在日本時代，他們是受日語教育長大的，他們中文不太好，所以必須從頭開始學習中文。所以在這種狀況下，鍾肇政是第一批從這種很痛苦的狀態下，重新學一個新語言，並且可以拿來寫長篇小說的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所以他作為一個之母，他的地位是第一代跨越語言的一代。在後一度本身是作家，為到下文中年年吃到東艱新的世界，鍾老就已經參前準備，上網來學方言，學出一定在美語言能力。以這種辦法寫出暗重片的創作，從佢前後總共寫16年將寫好嘅台灣人3部曲，寫出嘅30浪漫雜誌。鄭秀晶寫台灣寫歷史，未寫出大家習慣調度和那層嘅批判同認同。大河小說它的特點是體積都很巨大，3部曲都是以3部曲，然後數千頁的形式。那為什麼要這麼大的內容？就是要去保存這些可能會被淹沒的歷史記憶，包括生活的樣態啊什麼這些東西，因為官方不重視，所以我們常常會有一個感覺，就是說，鍾肇政在早期在做的事，很像是一個民間版的文化部長。哦，就是文學部分，基本上他一個人就要把這些東西全部保留下來，他要搶救這些新的作家，他也要去保存老作家的東西。他同時要對抗主流的價值觀，同時又要保存民間的傳統。客家話冇得意，客家話冇得意啊！第二最客家人冇得意。從老創作，大家是都會對鴉片及成年狀態嘅土地上發展出來嘅。第一條文學路上，客家還係佢填平唔同的感情。很有趣的一點是，他在1957年的時候，跟一群朋友辦了一個《文友通訊》這個雜誌。《文友通訊》是一個很短的雜誌，大概只有1年哦。但是在第1年裡，他就跟另外一位作家鍾禮和在信件往返的時候討論，我們是不是應該把客家話融入我們的寫作當中？因為我們是客家人，我們最熟悉這種東西，這是我們的特色。這樣，那在當時的戒嚴時代氛圍，這是很特別的，因為沒有人敢寫方言，沒有人敢寫母語。但是他就開始想這件事，並且他開始寫。本人講起台灣文學字母，鄭秀晶唔單將文學表現，大家都有看到。大家先記得咧，就係佢一定天生好唱嘅。我從講過句話，希望鄭秀晶唱無厘口，那個基本不應注意嘅韓野3部曲，係佢當強烈可以講嘅
命令之下、鼓励之下、支持他完成的了。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下来，几乎可以说，所有台湾的本土作家或多或少都受过钟肇政的帮助，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状态。那特别在考虑到钟肇政本人其实没什么资源，他其实就是个小学老师，所以他几乎是有什么就立刻分享。这点是在台湾的作家当中是非常少见的胸襟。2007年，钟肇政同每位县级以上县长的文学家里口，共下得到客家贡献奖、终身贡献奖，就将喺时神的纪念下，共下2奖，咪系同宝贵的历史画面。虽然钟肇政已经离开咗，不过佢对文学界的贡献还系长长久久。客家新闻分群分陈彦祖综合报道。喺鐘肇政嘅離開呢，其實呢係對台灣嘅文學界還有客家界來講，都係一個非常非常大嘅損失。其實呢啲前幾年沒有一個對客家界係非常重要人物未來增加嘅，佢就係楊江平先生。楊江平先生呢，佢係啲民國18年出世嘅，佢哋新竹黃山出世。佢一生年呢有啲學校做校長，又做先生，沒有上網來傳統客家教學也都有相關工作。佢沒事做過哈維飛嘅諮詢委員，沒有來做客家雜誌嘅副社長哦。佢係啲16幾年，啲新竹做動嘅副刊呢就來增加嘅，數年92歲。楊江平先生佢最主要呢係對民國80年代新竹縣基隆市呢張開始來傳統國社會鄉土語言教學，佢就13年開始嘅編教材韓國語負責教學，一條相關嘅工作，對客家韓國語教育一方面都貢獻非常非常嘅多。喺楊先生佢個人呢，對一多年來講，都是做講都唔攀得。行業客家英文生態館，地度嘅日草節目，本5年前已經87歲嘅榮陽鐵上起路跳擺，也會跳過係鳳鄉國小，係榮陽鐵寫世界圖書，也係佢睇嚟過後，轉去家鄉夫婦嘅學校，只是佢對家鄉台山輩嘅感情，佢也開始對故鄉做日內列嘅天然調查。68年做校長，睇到76年為止嘅10年間啦，他哋對客家歷史的地方嘅歷史，寫書，寫論文。對國小先生做到校長，46年嘅教育工作，榮陽鐵認為熱土文學作品係培養小朋友學習能力最好嘅方式。所以民國80年，新竹人開始推動國小鄉土語言教學改革，基礎負責編寫教材。80年之後，我還係做校長。嘅新竹人最先推行母語教學，咁母語教學嘅基本嘅客家嘅教材係愛寫嘅，客家教材寫到一些母語可能選，所以愛寫教學指引啊，得到教育部嘅母語教學嘅著作獎。榮陽鐵民國18年喺新竹黃山出世，佢係客家委員會嘅子孫委員，同時也係客家雜誌嘅副社長。佢做過新竹人雷鋒國小、太平國小、五龍國小嘅校長，客家台灣文化學會理事長，教育部鄉土語言教師嘅研究委員，也得過東多獎，包含第6屆客家貢獻獎、傑出新秀獎、語言文史文學類。教育部推展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教育部母語研究著作獎、國際審美學會國家藝術新秀獎客家文化獎領導。客家語言會做呢個教育工作認真研究呢一方面是咯，呢個母語嘅文學本土嘅歷史和客家嘅語言，你係會深入嘅事啫。加上你3種都有比較來做，係我個人嘅看法。榮陽鐵對教育客家老文學貢獻東多，佢專家嚟大家亦都唔判得。1987年客家風雲創刊之後，其實有參與關注到客家雜誌。榮陽鐵先生就其實做客家雜誌嘅副社長。尤其佢對蔡慶林事件1905年的這個事件，佢寫得非常的清楚。6本 MD 客家，6本寫件，係只典範，值得 MD 來尊敬。辛苦客家人啊，對呢個文史記錄也挺認真嘅人啦。新竹地區
尤其客家的部分啊，佢也要组织一家协会，成立了这个研究呢方面对北部的这五指碑，北部该用去日本时代杨班人统政客家人1895了就，佢要慢慢的了解上面。展演也自然电器才熟悉，中央厅规限内，唔过佢留下来嘅著作喺個上向，研究都會限制。客家新聞綜合報道。今年呢，我非常感謝有按多位客家嘅老前輩同人睇家呢，做嚟講係從開山打那樣嘅，今年啲客家嘅一片見出現見來貢獻，而家嘅客家呢，就會對其實一開始其實呢，政府冇買重視，到也下呢有按多按豐富按站到表現，真件係也到老前輩嚟做出來嘅。好，嘅有關嘅中小鎮線上離開一部分就沿接到嘅進行消息，最講總統蔡英文呢啲準備早陣嘅時間呢，因為許多家連同來之一，佢有乜嘅情形嘅情形，因為隨時同來中伏。嘅以上呢就28日客家新新聞，感謝大家收看，我係陳彥祖，大家再會。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清醒嘅疫情之心，我係陳彥祖，我係紀禮定。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情形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